所落来指挥中心相关的工作，交副指挥官陈宗彦暂时来代理。但是中是伫昨早起拍卡像流鼻水，规身躯反酸痛，赶紧来做快筛，结果是阳性确诊。讲今年68岁陈时中是高风险的患者，除了超过65岁，佮长期不婚，心脏嘛捌斗过经啊。医生讲，新冠病毒影响上较严重的就是心脏甲肺，所以有咧不婚的乡亲，万不因若是确诊，就千万唔通过来不婚咯。讲陈时中虽然是有注3剂预防射，但是注2剂 AZ 甲1剂高端。讲这种疫苗的组合是上弱的组合，医生讲，陈时中爱真注意家己身体状况。1年外前，酷酷嫂这是阿中部长头一摆伫咧镜头前，人咧无爽快。过1年后，疫情慢慢控制，伊嘛是倒着新冠病毒，12号宣布确诊。外界都真关心，部长是主打3剂预防射。因为 AZ 加 AZ 是一种就是腺病毒载体的疫苗，再加上一个 mRNA 的疫苗，不管是莫德纳或是 BNT， 这样2个组合起来，不管是它在抗体或 T 细胞呢，它引发的一个免疫效果都是比较好的。根据中间病院的研究资料，预防射男咧做的抗体高度，以2剂 AZ 加全剂莫德纳上效，伊的抗体高度超提悬47.7倍；2剂 AZ 加半剂莫德纳抗体高度提悬39.8倍；2剂 AZ 加1剂 BNT 抗体高度提悬32.2倍。阿中部长做的2剂 AZ 加1剂高端，抗体高度刚好提悬12.7倍，效果有较歹一撮啦。不过除了预防射组合。心脏病的风险的一个情况那的确是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个抽烟我们知道影响2个最大的，一个除了肺之外，一个就是心血管疾病这样子。那在 COVID 的过程里面它这个影响到肺的一个呼吸，就会连带影响到这个心脏。因为血素和生活惯习影响，医师就呼吁爱食粉的人，确诊过了后，上好莫搁食，较袂有病情变严重。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